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傾一個好常見嘅問題，就係口頭協議啦，即係靠口講數、冇紙冇字嘅合約，究竟喺澳洲法律上係咪有效嘅呢？ Let's go。大家好，我係你哋嘅澳洲律師 Wilfred。咁其實咧，根據澳洲嘅合同法，口頭協議只要有齊合同嘅基本要素，基本上就係有效嘅。呢啲基本嘅要素係乜呢？首先第一，就要有清楚嘅要約同埋成約，即係英文所講嘅Offer and acceptance。第二咧就要有代價，英文咧就叫 consideration。咁簡單嚟講就係雙方都要有嘢交換，而唔係淨係單方面去俾嘢。第三咧就係雙方都有意圖去產生法律關係。咁英文咧呢個叫 intention to create legal relations。如果喺咁嘅情況下咧，口頭合約其實係可以有具有法律效力嘅。不過問題就喺呢度嚟啦。咁要執行一份口頭嘅合約係會存在極大嘅風險，因為咧第一，你用白紙黑字。對方咧甚至可能會直接就咁否認呢個對話嘅存在噶嘛。咁第二啦，就算對方承認咗有呢個對話，佢可能對於協議入邊嘅細節咧有完全唔同嘅理解同埋版本嘅喎。第三就係你咧好可能咧就要上庭作證喎。最壞嘅情況就要花好幾日俾對面嗰個大狀去盤問。呢個過程係一個好大壓力嘅感受，而且律師費都會好昂貴嘅。結果好多時，就算你理論上係有道理，但係實際上可能因為成本嘅問題同埋風險而放棄追究呢個口頭協議。我其實有個客咁投資起樓又冇簽分紅嘅協議喎，結果咧就俾人話只係借錢，打足咗4年，臨開庭先去和解攞翻100萬，但律師費咧都使咗60-70萬，仲追唔到翻嚟添。所以我嘅建議係千祈唔可以為咗慳咗少少錢而唔去寫一份合同，無論係借錢、做生意合作定係買賣服務，最好咗一開始寫低啲文件嘅條款，白紙黑字，有簽名有日期，咁樣你萬一出事，證據清楚，爭拗就會少好多。咁總結嚟講咧，口頭合約喺澳洲法律上係有效嘅，但係要執行佢係又貴又難又高風險嘅一個行動。記住，早啲簽合同可以幫你慳翻日後幾倍嘅麻煩。如果你想我哋幫你去寫個合同，或者已經有口頭協議有爭拗，都可以揾我哋富民律師事務所去幫你揾出路。我係你哋嘅澳洲律師 Wilfred，下次再見。